恐龙扛啷扛啷扛，恐龙扛啷扛啷扛，恐龙扛啷扛啷扛。哎，阿红呢？红哥啦！红哥呢？这届唔干那是这个解决这任务，咱乖好好来救这个地球一下。哎呦，走来。哎，我会惊啦！阿鸟，我唔通啦！喵老师，喵老师，你确定哦？哎，讲看卖啊！这是什么缅甸蟒？这叫缅甸，好厉害哦！我知影，因为我这金蟒看会到。不要紧，不要紧。会惊伊无，啦。我小可家刷边啊好啊。小惊啊啦！哦，哎，我滑倒，好痛哦！这老伙啊！我没有。我一日看这边安尼尔，无注意一下哦。班乃遮尼暗嘛，遮尼暗。暗甲咱母女拢出来跳舞，到底是安怎遮尼暗？这奇怪，哎，即摆4、5点、5、6点啊呢？这要食暗顿啊吧？这个班我看无。这个是要推广夜市啊吗？无啊，这动物园啊，但是要来动物园甲伊宣传吗？宣传动物。啊，有人无？哎呦，哎呦，要宣传你哦。你好，你是阮的委托人吗？哦，你好，你好。安怎称呼？我是尖哦，尖线真的尖。我袂讲。哎，我头一届来遮。我无来过呢。我嘛无来过，这历史足悠久的吗？啊，历史最悠久，咱台湾第一个。是哦。民国25年，当阵啊就有啊，哦，本身来就有啊。这有河马。河马妈妈哦，哦，我迄头出来啊，哎，河马阿嬷，阿妈你好。河马是食啥？阿姨拢是食菜。我有看伊食迄西瓜哦，哈，食西瓜对，啊，伊不过即马吼年岁大，嘿，啊，伊有三高，哎呦，三高啊！对，咱人共款，袂使食啦。袂使有袂食。啊，咱头前吼是孟加拉虎，孟加拉虎，啊，咱食，啊，咱的虎在倒位啊？伫遮，你有看啊？哦，伫遐吼。老鼠，老鼠分不清楚，白脸，泥土，失败。哦，啊，恁这唱这是？这是少年人的歌啦。哦，安尼吼，哦，鸟鼠。其实好吼，就是大只的猫啊，对无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其实足像诶，我嘛拢有饲鸟啊啦。系啊，我有饲鸟啊。安尼吼，啊，恁有敢捌听过迄个母老虎的叫声？哦，你讲虎爸母有啦，定听，啊，你甲画一个，来。虎爸母的叫声就虎爸母来。啊，你若无洗身躯，你若无洗身躯，就直接到你名称顶。对。唔安尼啦，有歹，真正虎爸母。啊，无恁兜的好笑。阮兜老虎讲，嗷！喂，你真正有嗷呜的吗？嗷呜，我嘛是唔知影。啊，之前我嘛是讲是老虎，拢是嗷安尼。伊来我才知影讲母老虎是嗷。你的名字够有像吼，有像。安尼才是母老虎。啊，所以早起来才听有就对。啊对，啊伊早起差不多8点，阮若开门吼，啊伊就出来就伫遮安尼嗷呜嗷呜。我知啊，伊有起床气，有人甲吵，会甲吵，就起屁面嘿，讲嗷呜，安尼。啊，阮遮有一个平原区吼。哦，恁遮动物最用心嘞，会使甲伊互动安尼吗？这你安排的吗？看表演是无？哦，会使唱迄。恐龙扛啷扛啷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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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恐龙扛啷扛啷扛。你像啊？啊？庞哥啦！是庞哥。小蛋，等一下，哎，阿红呢？红哥呢？哎，你呢？这热带动物啦。哎，我看一下，我看电视是阿胖。哎，是呢，真正是阿胖呢。
所以这届朴树导要叫阮创啥？系啊，啊你先爱完成阮动物园的任务了，我才甲恁讲恁朴树啊。先甲你头路做了，好，好来，咱来去行吼，头前遐好。好，哎，我嘛是头一届呢，我嘛是头一届安尼呢。其实这就水的啦吼。系啊，哎，我看头前有足侪，这边创啥？足青草的哦。哎，是要阮食的吗？阮的食物吼。嘿，互恁无啦，迄看起来就唔是阮的吧？有啊，有水果啊。你好，老师是请问阮即摆来到这，啊是要创啥物哈？今日嘛是要来煮食。咱这青草的这青菜水果是要互上食的。这边是给我们的马来熊。马来鱼，等下鱼毋是食肉嘛？那拢食菜水果吼，鱼拢食肉吧？算草食动物。哦，马来鱼是草食动物，食草的。所以咱对伊误会足深的。那这边是给我们的红毛猩猩。红毛猩猩啊！这会使模仿啊，模仿啊！伊这毋是红毛猩猩。兄弟紧的，兄弟啊，兄弟去遐，到来，兄弟啊！来，来！老师，伊是来食。小等你啦，你爬唔掉去。你这是金光啦，金光我这是两公啦。哎，等下，这是人会当食的吗？是啊，是啊。所以因饲互动物食的吼，甲人共款的啦，毋是讲人无爱食，个互动物食这哦。上新鲜的。这牙齿是要有马来型的哦，马来型的啊。规个安尼甲食掉伊哦。啊无，我搁请问一下吼，要安怎饲，要安怎包？嘿，把它切成比50块硬币再大一点。爱切甲比50块搁较大，好切丁。啊，这是马来型的，用这什么叶？藏叶啊，南部藏就是摕滑头叶。伊即马这我会晓包藏，这我会晓。这南部藏嘛。我阿嬷有教我。啊，你嘛是安尼放吗？你即摆是咧张图啥？是咧张图啦。你应该厝诶无咧饲红羚吼。你若是有咧饲红羚，你就袂惊啦。你会感觉心情。你帮我掠，我就无掠。好啦，你也掠看卖啊啦。来，我来讲，你就手来。加啦，好加啦。唔是啦，会熟啦。哎，啥物跑出来？有呢，脚跑出来呢。造出来啊啦！唔是啦，伊即摆是糖蛇出来了。对啊，你的糖造出来啊啦！你可不可以包哦？应该差不多看伊吧。啊！看伊真正较搞头，唔成功。等下弹入去的时阵，你若看香，佮弹出来。袂爽，袂爽，我会甲你教。哇，即马食饭啊啦吼！食饭。动物啊，拢来食饭啊。食饭的时间到了啦。马来熊在家呀。这是我们马来熊。看到啊，看到。来啊，伊看到我。哦，这大只的。即摆要安怎饲法？用蛋的吗？用蛋的，是敢蛋棒球同款嘛，爱准吼。来，嘿。有，会使。哎，有。哇，有影足牛的呢，有影足厉害呢。有啊，有去找，比人都较厉害呢。伊真好鼻塞啦。咱袂记哩，咱的动物啊，还袂食饭啊啦。上大你饭来啊！上大你的饭来啊！你看起来心情无啥好。你心情放较轻松的。啊，因爸爸妈妈讲你有闲动去时阵，咱打电话哦，讲一声哦。啊，你阿交代讲你的物件要食的啦吼。手背的力量要够。哇！阿鸟诶，哇！啊，不要紧，伊会吹。啊，伊是知影的哦。伊知影。这只摸遮济呢，几岁哈？今日祝福你民主呢。37岁啊呢。是咱的会37岁哦。咱的会37岁。跟我同款你嘛算都伊会偷耍诶！伊会偷耍诶！因为我头拄甲阿鹏绑足侪。熊大，今仔那头较济拢是巴蒂头的，嘿，巴蒂他伊头的伊嘛有头。你可不可以包哦？对啊，看伊外巧啊，看伊真正较搞头。
伊即摆咧讲啥，你唔着小可翻译一下，咱大家听无啦。你即摆咧想讲，恁老师，你看，恁老师你白甲安尼，我是要。安尼我是要安怎食？你是感觉足趣味呢？啊！伊讲恁这外送员要互你付。啊无，伊要摕去你食，系伊要摕去你食。坐伫遐听跳的吼，伊伫遐想啦，讲要安怎偷。哎，你讲伊的头壳是敢7岁的囡仔对无？6、7岁。有啊，即摆偷开啊，偷开啊！哇！看伊即摆咧做，伊即摆是伊拍开啊，拍开啊，惊喜包拍开啊！伊拄只傻眼猫咪嘿。啊，拢倒出来，拢倒出来。哎，有够巧的呢。火龙果啊，火龙果，哪有火龙果啦？火龙果啊，火龙果，火龙果。伊遐紧，伊大爷，伊是大爷。哦，是伊圣大伊爷。会配皮，伊会甲皮吐出来。熊大有食饱无？熊大。大好食无？哎，唔是啊，张大哥，咱即马任务拢做啊，饲嘛饲啊。阮的任务对啦，啦，有提示无啊？是啊。有啊。恁 boss 有啊？哦，有交代啊，有交代，有交代就对啊。有交代。嘿，啊，恁等下吼，恁的任务就是这卡片我甲拍开。哇，哎，足水的呢。巴蒂、董仔、陈红、阿鹏，我是 boss。恁踅这个动物园，敢有发现兼什么类的动物？恁看动物园的导览图，甲生物的食物链图，斟酌看到底欠什么类的动物呢？会记你目睭闭较紧嘞，斟酌看，甲一摆委托人有关系哦。欠两种，毋是咱即摆先想看嘛，鸟啊甲三甲仔食啥物？因食糖啊，对啦对啦。食糖。辣椒要食啥啊？四支卡。我知影，应该是足大只的。是毋是酷鱼啦？没有错，这边其实是要放鳄鱼或是蛇都可以。抓嘛，可以。那我们这两种缺乏的动物都在我们的昆虫馆，所以这张就是你们成功达成任务的任务。无唔对，这摆的任务需要恁结合无同的产业来推广新竹汤拓馆，加油加油！今仔的任务上主要就是爱咱去推广这个汤拓馆嘛。其实昆虫对我们人类社会当中，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存在。哦，对。像我们台南很有名的爱文芒果。哦，酸啊！爱文芒果它要结果授粉之前，它就是靠苍蝇去做授。酸啊，要结果进前是爱有这个。爱有这个好型啊，所以咱这届唔单单是这个解决这任务，咱该好好来救这个地球一下。哎呦，走出来！哇，汤拓馆呢，我上介意的，来，哇，汤拓馆。你好。哎呀，这种喵喵老师啦。哎呦，我都着你。我的巴蒂较红啊，啥物节目拢有伊啊。无，唔是啦，阮是5当前做去迄个科摩多岛。哪嘞？阮有伫共一个船顶馆。哦，大六工。船啊。船顶馆。啊，这个是阮的。恁查某囝喂，唔是啊。这会当做阮查某囝啦，会当嘛是会当啦。这是咱的。这是阮这个馆的馆长。馆长他少年馆长你少年馆长啦。你会当帮伊找啦。帮伊找。你当帮伊找。其实阮这个馆啊，伫超嘛是5当前的时阵啦。对，就是为迄个新竹动物园的隔标无。嘿，阮就是接落来经营啦。阮有汤拖啦，一寡菇仔啦，水菇啦，四骹蛇啦，对，水猪嘛有，做大只的烤鱼。哦，这么有烤鱼。对，所以汤拓馆什么拢有哦。即马刷落来，嘛是算阮镇馆之宝之一啦。我先甲伊请出。我扣掉，我看。哎呦，我唔敢啦！哇！哎呦，我会惊死！这我唔敢。这我电视捌看过。缅甸蟒的款哦。我会惊啦！阿鸟，你会惊啦？喵喵老师，喵喵老师，你确定哦？讲看卖啊！这是什么蟒？缅甸蟒。这叫缅甸，哦厉害哦！我知影，我这金门看到，这金门常出现。伊有一个古水的名，伊叫阿平。嘿，查某。囡仔。哥，你有看到只有一个受伤无？猫入去的。叫夹到啦。啊，伊像咱受伤，就是人去报消防队。支持的卖乌白乱弹。对。台湾有咱台湾家己的生态。伊这对人类来讲有攻击攻击。基本上来讲啦，其实大部分的动物拢会主动
去攻击人。没啦，嘿，拢其实拢袂，逐个人一定拢有一寡误会，所以其实伫阮的馆内底，阮上重要就是要教所有遮的好朋友，都有遮囡仔，就为囡仔还熟悉动物，熟悉因。敢讲其实无遮恐怖。真营下。哦，人话讲你要摸看卖无来，亲看卖，哦，亲看卖，亲看卖，我帮手哦，这超过10斤有哦，超过10斤。这16，做伙来。做伙。哎，等下你来一个啦，来，加，不要，走了，我们别先放回去再聊。聊，蛋姐轻嘞，来家，后伊转来厝里呐，甲请转去。其实这大了足舒适的吼。系啊。迄尾蛇真正足大只以外，佫足重的，而且伊佫足算讲足温驯的，袂甲人咬还是安怎？其实大部分的动物啊，伊是袂主动去甲人攻击啊，所以我感觉人甲动物爱学习讲爱安怎斗阵。咱遮甲这一般的外口的农场有啥无共款？基本上来讲啊，因为阮就是希望讲遮的囡仔，啊，就是带囡仔来遮的家长啊，会当学习讲，其实对阮来讲是一个生命的教育，这个部分是较重要的。这真重要。就做这种家己饲的动物来照顾，啊去破坏着原生带在台湾的动物啊。所以吼，你若是有想要饲，还是囡仔想要饲哦，是带来遮，了解一下。咱来先来了解这动物以后，但是你去笑我就是什么怪怪哦。其实平常时上欢喜的当然是看到这个动物，因为哥呢，其实工课足济，一定爱讲洗身躯啦，看食的。哎呦，那就好爽哎，刷落来呢，咱会分2组，一组呢准备因的食，另外一组，哎呦，敢若好耍的哦，洗身躯做的啊。哎呦，我们来好耍的，我们来洗身躯。我有食的。洗身躯爱凉的就阮来洗，阮来舒服一下。好，你去你搞我，好来上班咯。去清水豚的大便，要去帮伊清洗就对啊。阮的水豚菌哦，洗目睭发白白，无摸过水珠呢。哎，来遮的朋友拢会使摸吗？还是讲爱甲你？拢会使摸。哎，食这家好哎，这啥？这叫狼尾草，是他们的牧草。我们后面还有一只，那只是女生，她叫做米粉。米粉来。哇！蔡老师，你平常时就食这草啊尔嘛？不止哦。我看你个摕一罐这啥？对，这个是他们最爱吃的一个食物，叫做大力丸。这是老鼠专用饲料，最主要是大力丸它很硬，所以它可以磨断老鼠的牙齿。也是磨牙啦。对，牙齿太长他们会没办法吃饭，所以要定期磨牙齿。芬妮，你要倒一瓶，来，先好看。哇，哎，我都算，我都算，要选啥？起码你想讲边咯？选啥？哦，足烧的，伊的喙足烧的，敢若迄个火球场同款。因为伊拄啊无物件无讲。哦，伊会选这个大力丸的。哦，够水啊！啊，但是咱工课敢若还未做了吼。啊？敢若敢有足侪屎还未清。对啊，我看了几落个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来清水豚的厕所。水豚它们很守规矩，都会在定点上厕所。啊，这一粒拢伊会屎哦。哎，这都是他们的大便。哦，这叫营养的，紧嘞。哎，水滴会便味骨较味较重。对，这真正较重，较臭淡薄。所以不少动物都会吃它们大便。阿姨今麦来这要创啥？还在喝水。卖啦，要食屎水。是等的，阮即摆咧小等的啦。不要紧，因为他们住在撒哈拉沙漠，食物很少，所以能够吃的他就把它吃掉。哦。蛋姐要饲咱的绿菇，所以咱哦位的卡算落来，至少要有30以上的，安尼甲伊加落去。爱切高身的还是玻璃丝的？拢会当。洗离你的手哦，无擦着手。好啊，这洗嘛会当嘛可以，哎，嘛会当。哎。加好啊。哦，你敢知影这是你食啥？
食美白。起性地啦，小神经啊。安尼阮两个上适合。我嘛有需要吗？你唔免啦，你唔免啦。不管是拢会行吗？拢会行起吗？你知有人讲，就是介意只动物的，拢有一个热情啦。嘿啦嘿啦。热情到最后就是小快小小安尼啦。小小会较好笑。无啦，人就爱小心小心，安较好过日啦。安尼刷落来咧。咱刷来当地绿菇要食。哦，搁有绿菇要食。桑葚、生水叶啊，生水叶啊。古早一定大家拢会晓饲牛啊，就是要用这生蚕宝宝吗？对哦。蚕宝宝叫做啥？牛啊。牛啊。安尼这关刀会使吗？会当会当。有个节安尼再加落去，安尼就简单的嘛。咱即马就是来采收一寡食物就对。准备好啊，会使倒来啊，对。拌青草。哦，老师真正专业，咱今晚要帮动物拌青草。接下来呢，清理一下变色龙的家。这变色龙啊，我有试啦。甲恁兜迄食无共款呢。对啊，有时阵会变较咖啡色，啊有时阵食物件伊若欢喜会变较青淡薄。哦。所以恁家是要安怎甲清理变色的？他们每隔一段时间都会脱皮，是这个新陈代谢。那所以他们脱下皮，我们要把它剪干净。好，扣起来哈。好。你跟他也剪啊。嗨。不要怕。哎呦。哎，其实伊这只算足乖的，因为阮兜迄只你若手落去会甲你哈。啊对，因为这只袂。变色龙个性比较容易紧张。变色龙的尾溜足厉害。也在高。对，伊的第5支手啦，伊会使高在这个手机顶管。所以刷来就咧来煮这青草。这就是囡仔咧食迄果冻嘛。要饲什么糖？饲一寡菇啊、金菇啊类的。金菇啊类的。嘿，啊若是伫野外，因就是家己去食只树仔汁啊、果汁啊。伊毋过伫咱遮帮伊准备这种糖食的果冻。你有发现讲奇怪，啥那内底有的人爱切一半，有的人唔免。对，为虾米？嘿，因为有的人伊叫做公的，啊，若是公的伊的角若伤长的。伊就会卡掉的，对，食袂清气，对，安尼物件就讨济啊。是。所以若是讲诶，通常阮会家切一半，了解。拢会当食清气。一般迄个六角菇啊，这种诶，因一般有可能活10几工、20几工诶，安尼尔。啊，有1、2个月嘛是有。因为若是食这，有可能变做3、4个月、5、9个月，会当活较长。这会使食吗？人会使食吗？理论上来讲，当然虫会当食，咱人嘛会当食。安尼来，干杯。哎呦，好食吗？有够好食。真啊假？唔相信你食过吗？足好食。来，你挂保证来。好食呢，好食对嘛？啊，刷落来咧，刷落来，这要安怎处理？甲这滚刀块，就是甲切一块一块。连皮吗？这会当连皮，会当连皮切，放伫这个所在。你即摆要教一个厉害方法，安尼一盖用卤的。有无？足够的，足够。安尼一盖用卤的较紧啊。对无？啊，但是头尾爱切掉。对啦。无伤大坑啊。对无？你吃饭变伊较会欢喜啦，我知啦。这真正咱就要教哥教要安怎啦？老师你要去教？我这即摆是要等你来。啊，另外一部分的咱来吃，另外皮卖怕剩啊。对，这个皮先买，对，这个皮先买。就甲你讲买啊，你耳朵有打开无啦？我有啥会反应较慢，我已经有下了。老师，你捌倒腰啊吼？我甲因同款的，阮食水过大汉的。哦。好食。无你食你的来，我加这有证明，阮的动物食的拢是健康的。啊，这有3节对吧？安尼直接位加。要注意哦，唔能加到枕头啊。好，注意安全。咱遮阁有一个神秘的物件，就是这。迄啥？
这叫做低山钙粉。这是好米啊的对。是，这是人嘛是会当食迄种。这是钙粉。对，就是该拌拌的。拌的吼，迄寡钙粉，加这叶啊，加这寡食物会当染做伙安尼就对了。这个事情做完之后，我们还有个任务要做。购物哦，对。哇，其实恁家在家上班的人嘛足忝的，一个人在做就最头路的呢。对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会做一个比较刺激一点的工作。等下来，去开嘞。哎鸟喂，这较重呢，啊是要创啥？这嘛伤过我吧？哎，这足大只的呢。哎，那袂听袂当，是假不？这是假吧？这是假的，这是真的。歪哦。通常爬虫类都不爱动。算讲安尼，较慵懒嘛。哎，对啦，较笑这样子。这几岁？哎，他已经超过40岁了。40岁，跟我同款啦。啊，恁同学。嘿啦。啊，恁家刚才这一只尔嘛？我们还有另外一只，下面再还有一只啦。那我都。你撑在水内底呢？它可以撑大概40分钟以上。哇！那安尼我知影，安尼就是玻璃机器的，差不多。切玻璃，安尼拄多吼，适合咱。不止哦，有一位要跟我下去，我们要去洗后面的玻璃。喂，洗后面？你讲你去内底？安尼我变饲料呢？那有可能你平常是有安尼？放心，平常我都在下水清的。你卖闹啦，阮头一届来，你卖阮上后一届来好不？不是，以前你平常是去清的时阵落水，啊裤是关起来的。啊，没有，就在旁边有。在边仔想。你卖伫遐假英雄哦，那有可能啦，真紧啊！你确定这真正会使？对，真的。袂用加。然后我证明一下哦。有诶吗？哎，真正你内底上水呢？哎呦，看起来就好算，无你先去好。对啊，安尼算啊，你先去好啊。我头一届来，吼你来算。无啦，我来过这边啦啦，我身底人呢，你。好来，无杨建啦。变杨建啊？杨建较贵气。好来杨建，但是我出步啦。你出步？我出步。好。好不？哦，你买了变鬼变怪哦。哦，你出步啊？一摆机会。无三届哦，一届哦。一摆听谁死哦？对啊。一两三。我怎么知影你这个哦？变啦。哦哟，我真正就惊你确定袂尴尬？拄做老爸尔。阮囝，啊个我囡仔，我会过来甲你看啦。你等下我登记。好啦。安尼要安怎？瓦弟，等等，我们先去换一下衣服，等等我们下水去吧。好。加细哩。啊，阮徛咧倒位？徛咧遮。好，恁伫边啊嘿，细只就是咱莫打着因啦，啊大只就是莫互因打着。嘿，啊所以遮你有看到遮有一寡因的碗有啊？有。嘿，所以咱就会当甲遮分配放入来。哦。就是甲这寡食物、这寡青草料，就放在这吃。伊家己会挖过来吗？对，因会挖过来，因会来吃。啊，若是伤大块，伊嘛用骹打咧，无得用喙。其实龟因无喙齿，所以因就靠喙有无？安尼夹咧，后来因的头就安尼歪一下。平常时的时阵啊，平常时这种伊是日时的。你紧看啦！这种是日时的龟。有，遐有只，真有无？这大只的嘛。是不是有惊死哦？这只这么大只的。这叫什么菇啊？长菇哦。对，这种就是这拢是长菇，来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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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伊巴肚枵哦。对，伊有闻到味啊。可能枵过鸡哦啦，枵过鸡哦。知影讲恁帮因准备有啊？遐下骹这只有啊？这哦，足够多的。你继续讲，你讲平常时安怎？平常时其实我是因为这是日时的菇，日时出来活动为主的，所以其实平常时阮准备这好料，假设拢是日时啦。日时的时阵，啊，即马算讲是。互阮去体验的意思，要安怎准备这物件互因食。所以通常暗时因就是咧困。哦，即马伊就是咧食宵夜对无？像阮人咧食宵夜呢。即马时阵就顶种加互因一顿就是互因。哎，拢来啊，拢来啊！对，闻到味啊。哈啦，有歹无啦？看到衫偌好啊，啊，毋是请你请好啊啦。这是什么意思啦？就解说一下啦。我甲你讲，爱入去这较危险的所在，一定要亲像骨头一样，足歹。安尼看到我嘛足惊的啦。人是看有啦，看有看无我唔知影啦。听讲伊就爱食比佫较歹啦。对啦，你佫穿甲灰绿绿，款式我欢喜啦。你敢看会到颜色，看会到色。
看得出来嘛？啊，你较明显较好食啦，我足惊啦。这是因为有专业人士伫遮啦，野生动物讲一句实在，咱也无法度掠，一定有准绳伊安怎想。所以你等下入去的时阵，真正家己爱注意、爱小心。因为内底除了酷鱼了，你讲这枪鱼嘛，枪鱼嘛是恐怖的。嘛是算讲伊若甲你拍者，你嘛是直接昏倒迄种。嘿，它也是属于古早时代拢无退化到今嘛的远古种。反正我讲，这田内底你入去有无？是足侪危险的啦。哦，啊，你是养秋水袂？我养秋水。哦，养秋水无代志啦。哎呀，养秋水我惊啦。无用酷去加过。哎，无要紧啦，无要紧，我讲加一届会惊，加两届就习惯啦。哦，加油呢！好啦，安尼我来啊，要窜到要落屎啊，有影？够恐怖的。过去啊啦！过去啊啦！你看啦，我就跟你讲，叫你唔能穿甲遮花啦。那这样子我就把它推走了 ，OK？ 好，那把你没关系，你先帮我拿，你先拿，帮我拿。走来，这样把你没得快去，你看来到最妖诶！快去，你看，哇！你有发现无？把你行到倒位，就是走去倒去，你无？直接就爱把你的啦。确定哦，我感觉伊佫冲过来搞加呢。把你，我感觉你真正爱注意哦。对啊，伊即摆是真正嘛，这边。对。伊其实脾气算好啦。OK，可以了。可以啊，你确定呢？对。水温安怎？水温就凉诶。就凉啊。溪水共款诶。甲溪水共款。嘿。珊珊老师，你帮我顾好哦。好。我真正快摔着落去。你讲话。哎呦，我这边呢？哇，开始打啊！我先过来，我过来接啦。看他很乖啊，你看。乖在哪？乖在哪啦？我跟你里应外合啦，好不好？我帮你分散你的注意力。啊，剩下你把我顾掉，你把我顾掉。哦，帮你分散注意力，你看。休息一下。帮你分散注意力啦。紧洗洗，你紧出来啊！你看。我刚刚这头颅比较无简单的。蜜蜂虾都一个人谁？对啊，都是我一个人下来，我没觉得。只是就是因为要保持安全，所以是要拿一个安全棍。安全棍。哦，你帮我保持外安全。对，没错。这样的话就是至少可以把鳄鱼给挡住。你帮我挡住一没问题。别管我，别动！哎呦，你妈好惊啦！你有咧切无啦？你紧切紧出来啦！我看伊咧，我紧张要哪切啊？哎呦！我看你安尼，我拢替你咧紧张啊啦，巴蒂呀，哎呀，巴蒂。这爱录吗？这是安怎？这我，这你无录清气啦，兄弟。兄弟，你紧录的紧出来啦。好啦。好啊，你搁帮我掀倒一下。珊珊老师，嘿，我看到这有一个白白物件嘞。哦，对，这是啥？这是鳄鱼的牙齿。哦，你的喙齿哦。对啊。哇，阿胖，我捡到喙齿耶。哦，是哦。对啊。因为鳄鱼每年会换一次牙齿，所以我们常常会在这边可以捡得到牙齿。你也甲摕出来哦。好啊，这在做纪念呢。系啊。伊一年换一届就对啊。对，1年换一次。哇，足趣味呢。对。哎，那会落在这石头边啊。对，有时候会卡在那个石头边边，或是卡在水底下面。对，你的后面还有一只哦。对，更多啦。不用担心，那这只的话它是33，对，33来吃。那33它比较小只，然后再来是33比较胆小一点，所以我们动作只要不要太快，不要吓到它，其实这样是很安全的。好，来，紧啊！走，靠不就紧。没事，好来。爸弟，你动作较慢的啦，较轻的啦。你动作较轻的，你莫去你啊。你较轻的啦。
哎，哇，这只嘛开始啊，联动。我头拄一直人生跑马灯，你知道？讲实在，我真正无应该甲你笑。拄啊，头一生过来的时阵，我伫你目睭看到惊我真的就惊。你目睭看起来是真正会惊的。内底互微微，你若要走，无法度走。你听太刺激了。真正互大家知影讲，在遮做头路无简单啦。你真正爱这个工课，爱这个小动物，比爱你家己搁较济。因为迄只口气我无熟啦，头一摆见面尔，我实在足紧张的，因为内底无所在通我走，而且我阁会想到我定咧电视看到迄口语，若是共加落了，伊阁会爬练到，啊，阁想到阮某，阁会想到我拄出世的后生，我就会唔知诶，雄变啊足惊死的呢，但是。赛老师阁足稳定的，阁要拼迄水图啊，我感觉足困难的。因为我在拼的时阵一直在看伊的反应，我拢无法度专心。即届体验一届就好对。来哦，动作慢慢来。卖得拍青惊哦吼。哦，后来卖到就尾啊。好来。较细哩。哦，会使哦。哎呦哎呦。来哦，有哦，正经有哦。好，安尼有，安尼莫去互惊着。好，来。啊，另外一只拢无好食着呢。来哦。放伊较嘴边的所在，另外一只。啊，拢叫唱去，你看。伊啦，买的这只嘛做西食。来。哇，伊足温柔的呢。这只。阮的大只的时叫大天使，就是伊较温柔啦。来。啊，有喙齿无？有，因有喙齿哦，因有喙齿，节奏过来无？咱就，慢慢啊来，你若慢慢行就好啊。唔免拍手，你会惊伊会嘛会惊。伊做乖样，甲咱动作莫伤大，慢慢啊会才来。慢慢啊来，你若慢慢行就好啊。唔免拍手，你会惊伊会嘛会惊。伊做乖样，甲咱动作莫伤大，慢慢啊会才来。伊会在咱闹无？这种大型的，超恐怖的。大型的杜丁，这只是做乖，所以开，互咱做这种体验。其实伊比咱所想的都较温顺，咱唔通去人工。你嘛唔免惊伊来用。嘿，就是细哩莫踏着伊的尾啊。不要紧。伊会惊伊啦。我小可家刷边啊，好啊。小惊啊啦！哦，咱轻啊。你伤大面神啦。哦，慢慢行，不要紧。莫踏着伊的尾啊。哦，你拢唔惊呢？你有影正经？规身躯汗呢。行，咱即马最重要的代志要来进行哦。亚冠呢，我上介亚冠啊。你看到一只这个瓜鸟。哦，落雷，马上就看到。落雷啊！来，你莫看哦，全世界上大只的哦。上贵的啦，手表啦，落雷对啊，咱哦亚冠的时阵呢，就是世界爱来看看咧。哎，我看到老师，这只是，哦，你有厉害哦。这产高啊，我超高啦。以前那叫超高，就是伫草顶管。对，跳来跳去啦，所以叫做超高。你咧看你咧？轻啊来请来试看。这只应该是啊，这是草泥工啦。飞哦，这是草泥工吧？哦，你厉害哦，对无唔对？伊是啦有发出来，所以这是已经对，所以伊会飞。啊，因头前的这两支脚有无？敢若叶啊同款。啊，伊即马啪，伊即马就是咧讲我足厉害哦。螳螂拳，即马我拍哦。对，是一般互咱观察。来看完伊。哎，因那拢袂青分吼，拢袂青分，拢袂惊人吼。
话嘛是会气氛的哦，所以咱来看，对。其实草糕在这汤内底生活足歹的，伊足够食物件的。是哦。你像金字塔足继续来，头前遮找看嘛。毋是啊，遮足精彩的啦。对。其实遮一寡所在拢有。对，伊头拄有看到已经落嚟啊，都有看到。迄个草糕啊。草糕。嘿，啊像迄种牙缸嘛是有机会看到。我有牙缸。啊，无有一种叫做牙缸因阿姑。牙缸菇。提缸菇哟。啊，牙缸菇的中文叫啥？牙缸菇就是马路。咱我看到来，啊对，厉害。足侪只你有看到无？我提哦，这样有足侪只。哦，足侪只。这叫做牙缸阿菇啦。嘿，牙缸菇。这是有毒啊，无毒？这无毒啦。嘿，基本上伊若着青惊，伊有可能会揪起来，无就是边啊，伊嘛是。而且伊会用加无啦？伊袂讲讲，伊足细只。牙缸菇你看安尼摆摆，其实对这个生态咧是最重要。对，无唔对。啊，样个咱就是观察以后咧，咱嘛是轻轻啊，就是甲伊放转去。好。嘿，伊原底大个所在。这手顶管这有味哦。你会当品看卖诶？无啥味。好吧？啥味呢？无味啊，我土的味啊。苗苗老师，咱继续来看，有啥物好看？对，咱哦，搁细个搁来看卖。树啊，少的吼。对啊，是迄草啊啦。哦，这个所在啊，咱拢爱顺的啦。我看到啊！哇，足水啊！这是你上介意，我上介意啊！这是咪你家己自我介绍？你有介意？你家己自我介绍。这其实足水的，这热天的时阵，台湾吼四界拢看得到。伊的名足水的哦，较早人有人讲是千斤秤。哦，千斤。因为伊这吼会使。就有力的，嘿，千斤秤，啊，个人对手冰，对，力头足大的，啊，伊嘛有叫做六角菇，对，六角菇啊，啊，伊佮加伊一种树仔汁，所以迄种树仔叫白加油，啊，伊普通所以嘛叫加油菇，加油菇啦，啊，伊养小燕是吧？对，伊小燕，伊会使两只啊，安尼相拍对无？对，而且就是公的对公的，袂当关做伙，因就会相拍。因相拍就是为着食的物件，啊，无就为着查某。查某啦，那会教人共款咯，为着女朋友啦。啊，即马国小的学生仔拢就爱这。嘿，但是伫外口真正看到这卖黑白了。对，卖黑白了，因为即马足侪人。伊会落吧，伊会落落来吗？因为即马红嘛流行哦，啊，即马就是掠伤济啊啦。阮有教囡仔掠糖，就是阮有饲足济，就是希望讲哦，你透过就是用饲的方法来认识，来熟悉，来学习，对，学习，啊来莫去后壁外口黑白抓。那咱掠的时阵通常会给塞卡针啦，嘿，喵啊，喵一下，卖硬甲搓，对，咩搓的等卡因为伊的手有高啊，对，无相同咩搓的等卡等手。哎，你真正会晓咩？真正有饲糖的人啊！饲这20-30年啊，你。伊讲你台湾人有人黑白抓有无？就是伊啦。我无黑白抓，我还是咧昆虫馆买的啦。啊，即马大汉有囝就知影讲这袂用的啊。对啦，唔通啦，唔通。哎呦，要困者，等来啊！哇，就做这个动物啦。嘿，哇，小蛤蟆啦！头拄出去的时阵啊，无这呢。就水呢。哇，是安怎哈？哎，这就水啊！这是了。哇！就水的呢。在布棚内底哦。对，就是要互恁住布棚。哇，啊，还有遮侪动物啦。下面做伙住，最低住做伙。要不老师，我最好奇，这内底会使住几个人啊？这来20个拢会当啦。20个。对，因为我为着品质一般般啦，阮差不多拢是差不多15个以内啦。啊，你真好啊！我知影，你应该是用布棚来算吧，对无？我用布棚来算。所以这个布棚拢你的吗？对，拢是昆虫馆内底。哦，甲恁做啊，阮家己布置就对啊。对，你咱家己布置甲像即马安尼。因为即马就时件流行这个露营啦，对，有一寡露营伫外口伤热，啊，佮落雨，对，啊，你讲到重点，有冷气，啊，都会当唱水味。对啊，佮有臭气甲你做会爽。佮有水滴啦，水滴是会放出来啊。对哦，水滴会来，踮遮行来行去。啊，伊会甲人客耍哦。
摕物件家饲啦。虽然讲有这样趣味的活动啦，因为我嘛是拄着足侪困难。对啊，你讲看卖，讲看卖。讲看卖。平常时其实阮较来坐，就是种一寡家长啊、小朋友啊，其实我嘛希望讲有一寡少年的，咱来遮像阮对吧？对，像阮少年。所以一般来讲，拢是一寡是大人带囡仔来，啊看看就走啊。对，因为阮遮就是阮馆长的理念啦，伊会希望讲吼，这是阮参观就是免费的。啊，但是参观免费，啊要卖啥物？伊拢是靠教上课，有一寡课程啦，对，有一寡课程，啊无就讲日观有无？日时去看看咧，啊暗时嘛是有，对，去观察这个动物，啊主要就是阮这个课程。会开课，啊，人会来上课，啊，佮有一寡迄种 DIY 这种啊，小朋友啊，就是一寡当画图啊是像这啦，木久的厝，啊，佮水呢，一种 DIY 这种诶，其实安尼一个月落来加上，不是敢若差不多爱7-8万。遮悬哦！敢若饲动物的成本哦，人佫无算哦。你看画啦，画动物爱烧爱冷有无？吹冷气的啦。对。啊，你的薪水也加温的啦，我的薪水拢无算哦，拢无算哦。拢是迄种拍起来，拢是袂上亲切的。所以你的困难点就是讲，阮来帮你宣传啥物？互较侪人知影，通拖啦。其实足侪人，希望是就是大学生嘛。啊，就是毋是讲干那囡仔全部带来安尼。除了遮的动物以外啦，佫有啥物物件是会使去着少年的？希望讲就是恁遮较厉害有无？接触较侪少年的，看过世面较无共款。这真正是真正。就是会当甲阮斗3工啦。对，这是阮对，讲阮想看卖的。斗乌烟嘛。对，想看卖有啥物较无共款的。应该即摆暗啊，大家应该有小可巴肚枵吧？有，敢有巴肚枵？博士大家拢用料理。嘿，可能野餐有牛肉、新店人、阿爸面，对，阿爸面，来去食阿爸锅。博士绝对。来。安尼尔。树当生阿爸。即摆做刀嘛是袂歹，有总比无较好吧？无吧，博士大家拢用火锅、用烘麻，即个用安尼。无预算特别交代讲，这无共款特别的。这有够需要交代吗？互恁。这有影无交代。我拢问号呢，我拢问号。低腰。宵夜食的先较头脑较清楚，较想，讲阮想厉害的。好啦，没问题啦，够稳啦。好，安尼就是无交叉你喏。好，安尼先休困一下。哎，内底都大斤的咧。哦，这个呢，真舒适啦，真舒适啦。哎，佫有冷气通好吹呢。体一下啊！哦，舒服。哦，我的脚足酸的，今仔日还无用规工的。好，休困一下哈。啊，安怎有某看？后边叫伊做回来。这吼真正足水的，但是吼，我先来理解。我是啥物代志啊？叫我这串一来串一，安那啦？叫电拍到哟，安怎啦？哎，boss 的声啊！唔知啦。安怎？小弟，我看。啊！哎呦，机灵我来啊啦！这。哇！好掂呢！你唔通甲我的宝贝叉雕土豆变歹去嘿！无唔对。恁即阵摕就是用柴刻的土豆，除非恁有铁器当家做，若无是无可能加落去。会互恁即个柴雕土豆，是因为咱身为广告人，强在甲无同的产业产生无同的行销结合方式，这叫 crossover， 达到互惠互利的效果。所以即摆我特别安排新得一位厉害的木雕师，恁明仔载去拜访伊。看安怎甲通拓馆、甲木雕做结合，变出新的花样。我搁看卖一个内面搁有啥？
搁有这一张这，这是啥哦？啊，搁有一个金龙。但是嘿，你拄我则，跟你讲，哈，我去食，你发生什么代志哈？这个敢若有纯土豆尔有无？有啊。我感觉袂歹食，对啊。今日真欢喜，叫我摕到一个这。这嘛土豆啊。你看嘛，这啥物物件？啊！喂，有啊！哎呦，喙我品看卖。你试看，这我喙。哎，有迄菜味。这是假的啦！哈！我拄摕到，这你讲要落地听一下，我想讲发生啥物代志，我毋知开出来。这18个，这毋是正土豆，这插头啦。这名正经是。这刚做伙你分得出来？谁讲一模一样嘞？哎，夭寿哦！哎，刚才是你食到，毋是我食到呢。这是。无啦，你着收西食啦。对啦，你看。所以朴树即马用这招，搁把这个藏在心内。系啊，但是重点是这个是啥物意思哈？即马是讲要找这个民间歌手，要安怎来找这个民间歌手来找出来？伊写讲这好事会发生。伊顶悬无写地址，啥物拢无写，啊无用以刀切刀。哦，对，巧。哦，以刀切刀。我就知影，boss 无可能遐尼对阮那好。对啊，你讲大个才水。而且拄则 pose 有讲哦，伊要介绍一个木雕的师傅，对无？对。敢会甲这有关系？啊，我看卖一个。就是做这个人。台湾工艺之家。诶。工艺之家，就是做工艺，就是这间啊。即马你讲工艺，我即马有一个想法，咱来去拜请这个师傅，看要安怎教咱来做一个通拖的这个雕刻。安尼就会当变成一个艺术，敢若文创共款。对啊，一个艺术品啊。因为土豆伊就法度做。它的通拖应该无问题。对啊，你土豆遮油的物件拢我都。你通拖你比例，敢若我要做倒一款的通拖。牛啊，迄款的啊。牛啊，大家拢介意的。对啊。哎，稍等，因为这吼，阮是金龙啦。嘿，拍开看卖内面有啥物？这金龙内底弄有一寡撇布。哎，这是啥啦？哎，就三项物件嘞。这虾米煮？这是应该是歌星。这石头吧。哎，我想到啊，头段喵喵老师毋是有摕2箱即个敢若生态的箱？对，箱啊。咱若是甲即个箱啊，甲这土甲叶啊放入去，啊，搁放迄个通拖内底，用一个敢若迄景观箱感。哦，就是阮细汉时阵咧耍芭比娃娃，爱有家己的厝嘛。对啦，啊，就是迄个厝是玻璃杆仔嘛。才好看。对，即马足侪种玻璃杆仔会使种迄植物啊。系啊，放咧遐安尼。安尼使呢？我身体拄好有熟识一个朋友，伊是专门咧做这。是真的吗？啊，咱早起哦，先去台湾工艺之家好啊。好，先去工艺之家啊，再来去找阮朋友。好，后边呢做这个结合。好啦，来休困。好，到点嘞。哦。哈？哈？有啥物代志啦？啥物啦？巴蒂、东仔、陈红、阿鹏，恁唔通袂记哩。通拖馆真需要推广因古水的水豚菌，所以请恁趁冷芳的时阵，翕水滴古水搁趣味的现动，就由恁的人气伫网络的社群发挥哦！加油嘿！较早困呢。哦。安尼。一摆讲了好无？对啊，是讲有无？来，讲有无？一摆讲了啦。无啊吧？无啊吧？就讲个什么线动啊，叫咱家己翕的。哦，线动，好啦。水滴的线动。水滴的线动，好啦。专门 call 的你哦。哎，真正是我。有代志用赖啦，莫讲用广播的，广播的。即摆听广播我无爱开门啊。对啊，我要锁起来啊。要锁起，我要锁起来。哇，广告人无好做。我家己是感觉这集翕落来是真正足有意义的，因为除了讲大家会使熟悉讲这个通拖伊的生态嘛，啊，伊是要安怎生活，啊，安怎去学讲要安怎家己饲，但是上重要的是讲地球是大家的，啊，这个生态是要安怎一直甲传承落去。阮是咧传达一个意义，互大家知影这个重要性。够啊吗？因为蟑螂用这以刀切刀的方式，我切到这附近啊。对，在这附近啊。你这最空榜有写什么台湾工艺之家吗？工艺之家。啊有啊。空榜有啦。这间安尼对啦。工艺之家哦。敢遮？对啦，自己写遮无。哦，你找到了啦。店面内底无人呢，是去食饭了。
小套头一个，先看卖啊，看有人。无人。门敢会开耶？明星来会使啊！开呢。嗨，哦，拍摄你好。这样你看起来应该是工作室吧？啊对。是吼。这侪因为我这用以图找图的方式找到恁家，啊，这敢恁兜的？嘿对，是哦是哦。嘿，这是。这位是要安怎称呼？你是西的诶，下对。即马是要确定讲，咱这是咱西做的作品吗？是。是，确是吗？做嘿。哦。啊，唔对，咱今仔来遮看嘿，刚刚无啥对，因为拢敢若拢是佛教观，就是较宗教的作品。参观一下。系啊，这足大个呢，这有足大个。系啊，这是足大嘿。哦。花心啊！哎，真在情呢。师傅有伫个吗？师傅人哦，是伫迄种诶文化中心。文化中心。师傅啊，都活跳跳无几条。有啦。师傅都有伫个无？有啦。师傅伫咧倒的啦。是啦，那个啦。我嘛遮拢有成名嘛，还没讲人过伫咧。中心遐啦。哦。阮遮也先阮先看看，啊了去找师傅。啊，你电话小帮我卡一个联络。好。我来看，我这足水啊！小套头一个。讲4个查某要去找伊。即摆是水的，若是看欢喜，家己直接旁照笑。即摆是安怎？那冲到呢？是安尼啦。奇怪，恁两个是有啥物关系啊？今日什么代志？你今仔是聊痛啥？你聊痛啥？你是看到相，师傅即马伫迄活动中心遐。你这意思讲你讲师傅无伫咧啦？啊，你会使，师傅，意思讲你甲你暗示讲师傅无伫咧。你20年以后是毋是看到现代的查甫囝，你就一直笑甲像安尼笑甲安尼？哎，拜托大家较重要，人家是活动，咱通个是着爱说吼，咱来感觉讲到遮着爱同菩萨小感谢一下，感谢，哦，引导来遮，互咱安尼平安顺遂。应该就是遮啦，嘿，师傅。活动中心嘛，就拄只活动中心啊。拄只师傅娘啦。哇，哎，你遐大间哦。漂亮啊！哎，敢是遮？是遮吗？有一个师伫遐呢。有呢。哎，师你好。师傅你好。你好，嘿。哎，借问者，这敢是你做的？啊，对，迄好事会发生是安尼。是啊，是啦。是哦，你小等一下。安娜。啊，张吼，张就是这个，就是伊啦，就是你害的，就是看民主，卖冲锋。张吼，张就是这个，就是伊啦，就是你害的，就是看民主，卖冲锋，好，不是啦，我卖个查看伊啊，不是啦，我是要来找你起家啦，我是要甲你讲，做了袂歹啦，就头头做了才好安尼啦，讲要来讲快。阮来找师傅是要做花生嘛，不是吧？因为阮想要找个甲动物仔有关系，但是自头拄啊看拢是这种，毋是观世音菩萨就是。哎，其实我嘛做真多，你看哦。是吗？我有做像鸟啊，鸟啊，五色鸟，这是这个线鸟，五色鸟。台湾的第5种。啊，还有鱼啊，鱼啊，迄鸟鼠哦。啊对，迄边是鸟鼠啊。在，我想要问一下，你敢有法度做一种糖团？即马是啊，搁有咧，我做一种是迄个锹形虫。哎呦，真啊久啊，真啊久啦！你通来，我上来，我有咧饲的呢。啊，你有咧饲哦？我有咧饲，我饲几百只呢。像锹形虫啊，拄脚先这种吼，就较简单。我安尼直接学着会使啊吗？无，咱也是来学一个好啊。对，阮家己爱试做看卖。好。安尼我才有法度讲啊。真啊久的台湾就几种，差不多40-50种哦。对。大概哦，大约啊，短啊啦，唔免话长。先甲看身体爱活动就对了。对，你这招。
啊，你要靠发动一底啊，好好。你是你比较大只。即摆是你啊，是俩1:1的，吼。啊对。你即摆要做偌长，啊，就用迄。好。我也嘛差不多安尼。长度决定以后咧，啊用刀哦，决定以后就甲对，来用机啊。咱讲机啊，你会晓记袂？哎呦，啊好，你记看觅啊。有无？安尼嘛？唔是啦，来。敢若切菜来，介侪人拢袂使晓用。我就是介侪人。对，你看，你是安尼，出大力。对啊。转了嘛，出大力。用的对无？对。哦，机会较大啦。啊，有起来。唔是啊，袂输敢那咧画形啊，袂输敢那咧画形啊，同款啦。啊，加油吗？啊，会使，不要紧。啊，啊对。好，一个通老开，跳落去，大家欢喜。好啦，袂使游动，用游动啊变一底啊尔，一底啊尔吼，你咧捡的时候吼，行去捡着手，你若安尼时阵，我就手抓的所在无够纳味。对。哦，好了解，就做一个记号啦。即马就啊做头壳的迄个。头壳形啦。从中间那个画过去。滑的，嘿。等于切个身躯啦，吼。无这些头壳一站嘛。头壳啦，啊个。个头壳佮落来，伊还佮一站，互你啦。继续啦。继续换你来。我目睭微啦，我目睭微。我好无走目镜，好来。换你啊啦，来。你看因这款人欺负老大人啦，你看死无？夭寿死囡仔，这款，有影这款囡仔吼。阿伯，你用阿伯。哦，小较深的啊。啊，用这刀啊，你就。还是要最好画吼，要带。伊安尼头壳就袂迄落，嘿对，头壳先就出来啦。师傅安尼会使无？可以啦，安尼会使。爱偌深嘛？滑紧，浅啊就有啊。浅啊就会使。你先浅啊。那对，啊，咱这个土较深点啊。你进来看峰哥无？做菜一流的无？啊，做雕哥哦。还好。袂啊，即马已经熟手哦，你看，头拄甲教讲，真好吐哦，即马。刚好1点关啦。这边吐过来，啊，你若惊手吐着吼。老师。安尼吐过。老师。这边安尼吐过。就好。还是你要先？好啊。你先。无遐敢若发生代志啊？嘿啊，是咧安那啦？阿胖，你会创啊？啊变了。喂，佮规日头长去哦。无，这个吼，嘛会使佮报一下。无，佮甲修正回来。哦，因为你即马安尼吸起时阵吼，咱就头壳就吸变较细粒的。你啊，对我真正安尼啦。安尼真正根本生了是奇怪。袂，我真正生了无共啦。是凊彩你头先给吐掉咯。来，水开吼，来，淡薄拔吼，来，你再有酒气吼，来酒气先帮你处理一下。好，会使。你淡薄气起来。咱即摆咧讲艺术品嘛，都爱有一个舞台。即摆就是要安怎刻这个台。哦，舞台啦。嘿，阮要家己刻哦。这台嘛是家己刻的。哟，无我意思是讲，即摆阮这要家己刻做安尼吗？无你了解讲迄是菜店吗？无，阮本来想讲这不是菜啊，把你。哈，这是土地就对啊啦。对。但这个物件做主题啊，互看起来较会明。你若感觉讲啊，我着手无遐大力嘛，手力无遐大力，特色，这安尼。哎呦，那个哇，那个出哇，你使吐较长诶，吐较长。不过吐的时候爱做你这手吼，你若要吐的时候，手放在遮，你就放遮。
加伤深。对啊，食伤轻哦。因为我这衫会骨啦。哎，行你嘿啦，我这衫就骨。拖刷。袂使牵拖，袂使牵拖厝边。对，袂使也伤悬，伤悬哦，食伤大巴啊，对，安尼哈对，食较少的啊对。啊，无你嘛使用卡，这个用照这个哦，用照迄个产业呢用卡的。其实安尼嘛袂歹看，就是伊安尼一尊。我这嘛无简单，我讲着按回的对，横向的。我知影，我调讲安尼。啊，你若做袂迄个嘛会使采用安尼来。哦，你用安尼嘛会使。它有左右，它嘛会使。左右。还是你来较安静的无啦？你会使较安静的无？哇，你叫你我会创作嘞，我创作会较安静。你有我创作无？轻强。使啊！你咧铁工程的哦。阮的创作你会使互安静无？对无？全无灵感无？你灵感走去，我讲一个走去哦。哦，哎，我画到好痛哦！哎，老师，哦，割到手了。真正假啦？哎，这来的呢。哎，真正老花啊！我一个看这边安尼尔，无注意一下，哦，你就去，我都正正人就是安尼。哇，哎，这真正不是咧讲风球啊！这边再见好困啊！啊，这不是即摆都爱这边哪？即摆先去。先去先你看医就，还无啦，要紧无啦，还好啦，还好，一点嘛。你这种做生意嘛是定咧老花啊，对不？不是，这个还是。哦，你都讲那种更艳的香。哎，我哪里做什么老花？你老花啊？我哪里做什么老花啊？对啊。哎，真的呢，今麦是咧看对出，我咧讲大家咧较注意啲嘅。啊，这真正足用的嘛，我试看卖啊。谁叫你后边那只皮哈？无啊，真正足用的呢，伊这骹拢连条的。哎，袂歹咧吼，算用。我这吼，这有做针灸啦，因为我头一届去找糖的时阵，就是去咱身体的针灸。对。啊，针灸时阵，对啊，身体关。哎，啊，你有脚断去啊？我这个，小等下，你无够用。对我这无念好啦吼，汤拖的这细节拢做起来，因为你看伊这骹吼，其实伊这活的时阵是有钩爪，伊迄钩仔是要爬树仔用。你要搞啥？伊要树仔，我头讲树仔，因为这种汤要食迄树仔的夹，所以拢用这钩爪来去做，所以我把这个汤拖的细节放在内底安尼。那是换做是我，因为我今仔日刻的这其实就是山形啦。啊，因为我自囡仔时就住咧新竹，啊，咱对新竹的观光爱淡薄仔小贡献一下。啊，我今仔日咱这只，这就是18尖山的妖怪。咱这不是龟仔哦，咱这是拉牙。拉牙。因为我的脚较长，我落脚嘛，我落脚你是唱啥？我落脚啊，总是挺贵啊，就变拉牙。对吧？本来是龟仔啦，啊落脚，拉牙龟仔，对啦，就变。希望大家若是有机会来到咱新竹，一定爱去18尖山小看小溜溜的。安尼我呀，你这心机就重的。我这唔少鱼花，伊3D 的啦。甲恁介绍一下哈，啊，这我的地吼，就是因为这春夏秋冬有无？啊，涂骹就是有拢有人打过吼，打混啦吼，啊有2张树仔啦，因为你拄仔讲，伊这鸡仔就是咧食这树仔酱哦。嘿，啊，我这只叫阿良啦，阿良啦。伊英文名字叫阿龙啦，阿龙，嘿，啊，我这个就叫高凤啦，啊，你若所有的吼，拢向我这边喎，哎，做伙高凤啦，嘿，啊，我这个厉害哦，我这前有这种树啊，你知哦？恁注意看哦，我这哦，你看，哦，哇，你看哦，光影的变化哦，真正呢，哇，春夏秋冬的时阵哦，你心机就重了呢，所以心机就重，我艺术天分，你知哦？
其实我安尼今日安尼做起来，感觉这足适合咱的小朋友来耍。小朋友，但是小朋友若用这个上困难。我先甲伊骹拢用好，我用好啊，伊就直接倒了。唔是，我感觉吼，即马囡仔就爱互伊自细汉爱互伊有用手。落去做，不管做什么拢好，就爱好做关系。手脑并用安尼呢，爱混手含头壳安尼。我即马敢若一定安尼算手啊对。好，因为吼，阮即马做好四只，但是师傅歹势啦，因为吼，想讲会使请你搁甲阮加做几个，阮会使甲遮的材料摕去迄个分钟罐寄到老店啦，安尼看起来较老店款啦，可以。阮爱先甲报告，甲伊讲话想法，啊，这骹手你先帮阮做，好，淡薄仔较赶。我紧，我即马当然随过落去做。要偌济钱才甲伊算的，我要洪大哥算。好啦，师傅，多谢。好，多谢，谢谢，好，拜拜。电话联络哈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对，因为新交的朋友啦，专门来做这个新海关啦。海关啊，高水，你去厝的嘛就好看。我跟朋友来讨论一下。是遮吗？无工厂哟。奇怪，那是工厂吼？这是一种。啊，这乃是啥物服务站嘛？这唔是大路，这是对啊，商业公路这种的。有些咨询中心，无咱落去问一下，奇怪，伊甲我报这条路。甲我报这个地址啊，报这个主旨就对啊。看起来敢若一个工厂，是这位吗？啊，有一个变一你哪会遮侪人来？对啦，阮朋友啦，这种朋友啦，粉丝啊，阮粉丝。是啊，朋友哦。系啊。我哪会感觉恁拄啊熟悉尔？好啦，看我的影片啦，免手穿裤啦，搁咧练习啦。讲过电话无算好朋友咧。讲过一遍电话啦。哦，安尼算过。因为你甲我讲要做迄种心态关啊嘛，无我做兴奋。心虚其实无熟。我头咧学张学友啦，对啦。我早阵也讲你讲要做迄种生态关啊，但是来遮拢是工厂是安怎？是啊。对啊。就免讲，搁听有啦，搁听有。这是一个，中雪友拢是安尼啦。是安怎是约去食一个工厂？因为遮吼是一个工作站，我带大家来参观一下。哦。即摆是全台湾上出名的所在。哦，你是目穿，卖后面讲啊。无错，就是无错，规张好好的无错。无错，啥物物件拢无错。无错。今晚要来参观一下对不对？无错。今日就互我这个无错的这个达人哦，来带大家来看卖咱的工作站。无错 ，Let's go。看内底到底有啥咧？哎，今摆来看咱。哇，这大咧，有足香无？拢茶头香咧。对。今摆你闻到就是台湾樟木。遮这个工作站吼，咱用学校吼回收的茶来做这个工作。啊是啊，所以你讲遮除了迄种，比如讲漂流木，迄种红台天的茶头，啊嘛有你讲学校回收。对，学校是咱上最茶的。是哦，学校的对啊。学校一年拢爱可能行讲去压着学生啦，啊无就是讲学生愈来愈少，哦爱修正。伊讲的就是学校一寡校园内底一寡树树啊，较早就是修正了后，就是焚化炉搁甲烧掉，啊，伊就烧掉，啊变成讲种树捕捉碳嘛，对不？对。啊，搁烧掉，啊搁摆掉。咱要算讲要环保对不？对。所以上最就是台湾的树啊，树枝啊，这是足树枝无，足多。啊，搁足多啥啦？榕树。哦，榕树。要不种啥？榕不是营养茶，我跟你讲，不是营养茶哦，是榕树哦，幕布的榕。榕树啦，路边遇种树啦，哎，这么就这啊？迄就是人讲，比如讲有当时啊去一个所在，坑西有啊，迄种的榕树，对哦，不是灵应哦，不是啊，所以咱就是要因地制宜啊，因物吼去思考怎么样全才利用。不是啊，像你头拄安尼讲3点半钟，我今日阮来是要做迄个生态馆啊。哦，对，足水的。哦，所以你要来做黑团呀？无馆啊，生态馆啊，甲火团有啥物关系？无啦，伊的意思是馆
关内内底你有看火团的。恁若要安尼做吼，恁就要家己烧呢。我带恁去家己烧，好不？啊，恁家己做火团。真正要烧啊！真正是安尼做。烧，真正要家己装，真正要甲撩装入去，啊烧做火团，摕出来了。对，喝茶、起火到尾啊，迄就爱规定，行啊就爱365天呢。无啦，今日速度足紧，今日会使互大家安尼试验，做恁家己要做的生态瓶吼，迄个罐仔内底团，恁家己做，好不？水安尼，你好啊，来烧来做来烧，咱来去，来上新烧，来，你新烧啊，你存23年。我这团够你家济。这是茶吗？茶叫设计哦。咱看这吼，就是咱遮新店吼上有名的莱雅。哦，啊，这莱雅是有机的种植吼，莱雅茶，啊，所以伊的茶吼内底无农药，所以咱咧修剪的时阵，甲那个胶带啦吼，啊是铁线啦，缠锁的所在吼，咱检查一下，拢无啊，这拢无，这拢是完全清气的手机。啊，这吼，咱若是有法度用这套设备吼，会使互咱农民吼，伫咱的农场内底。把这些修剪的手机等于内底，焖烧，对哦，啊变成团了哦，是焖烧哦，对哦，变成团了，佫会使回收对农地，还是讲咱的即马要用大火甲烧，我嘛想讲甲烧掉，啊烧掉焖，用气味啦，敢若用控的方式，涂油鸡啦，控油咁款，所以你安尼做了，其实一寡农民就袂安尼黑白烧物件，无惊火烧山。对哦，独家弄的这个茶吼，它的含水率大概是16.5%。哦，这么保湿哦，这个茶对，因为你一定要让它的木材，你要怎样讲？伊即马含水率是偌济？哦，你看即马是21%吼，所以这21%这支吼就较淡，所以等下咱咧焖烧的时阵时间就较长。这讲究呢，我嘛唔知要这团来茶头内底爱看水温。这只8，这打，这只8%呢，这较大哦，这较大。啊，这就咱来烧团吼，伊的水分较少，较无烟。所以一般来讲，是毋是上好？这款茶应该是先拍过。对，无错。所以咱即马看到这个场所，内底就是茶，爱先拍过差不多3至6个月。哦，遮久哦。你咧看讲有落雨无落雨，自然的看守。自然3星啊。袂有即个烟愈少，较袂污染对空气。对，小较紧，时间嘛，时间。咱即马就是爱这咱4位主持人吼，甲这手机吼，等着咱摊来，全部结落。我来扛来镜头，因为内底有镜头啦。你好呀，今日我你看一下镜头。哦，啊，那个有一只糖啊。来小点。4位主持人吼，甲这手机吼，等着咱摊来，全部结落。我来扛来镜头，因为内底有镜头啦。你好呀，今日我你看一下镜头。哦，啊，那个有一只糖啊。来小点。现在咱就要开始起火啊！起火，我们给它一个火源吼，还有家己自燃。啊，直接来吗？烧起来，烧起来。有，安尼会使吗？对，一下子。各称钱。好 OK 吼。好。我赞。烧起来。啊，这边咱来夹迄个挂吼，这个砍。爱砍挂。哦，红哥呀。有烟哦。你直接打开来。后摆拢烧拄会着，这若是静态型，你就爱讲子孙仔有友好无？哇！喂，伤早啦，这是要用涂油鸡吧？啊，搁这支。啊哥，阿哥，啊搁有这支烟弹讲。这烟弹讲。对。是安尼啊。大讲的呢。安尼哦。这吼，因为咱即摆有烟对无？你爱回收，无你就变空污啦。你咧做炭啊空污，啊就无意思。可以摆起你啊，会使摆到空气内底。对，就是袂当有这个。安尼我来啊。来。我来涂嘞。涂进去，哦对哦，差。伤大啦吧？对哦，安尼对，就是安尼。安尼是算烟弹讲的意思吗？对，烟弹讲。即摆烟弹讲就是哦，这一边都来回收。对哦，这温度吼，咱即摆有差一支温度。即马几度？即马下开温度是37度尔。嘿，还好啊。但最后，咱一直烧到下开时，温度就下落去嘛。上悬会到1000度。哇！嘿，但是要烧到几度才会使
关起来是收起来？等下吼，咱爱烧到1000度了，开始降温的时阵，就代表讲内底已经无茶。降到什么时阵？降到差不多900、800，超过800几度时阵，咱就爱停啊。咱在现场讲，抽起来，化开抽起来，喷水，喷水啊，甲熬湿，熬湿才有法度救最后面的团。哦。等下去食拢无法度徛人，所以咱爱好，无法度徛人。 好，咱即马要甲黑团来取出来吼。好，阿星。你即马咱你看温度吼，已经烧到700几度吼。700几度咯，真正足烧的啊！因为我甲董仔已经 stand by 好啊。上水的来开水，对，上水来。好啊吗？送水手啊，到苗子手。哦，你爱对康嘛？你爱对康。准，安尼就准。你爱对康。无我的蜜蜂，迄风会吹来。OK， 好，再就。 安尼有无？迄挂嘛拢甲烧压者吼，对，拢压者，对。哦，这真正有够烧的呢。对，即摆降温吼，才会使摕到黑团。若是搁继续甲烧落吼，拢无停。哦，全部拢呼气啊。哎，边啊迄水蒸气拢烧的啊。哦，那熊熊变只大港。外口嘛，赶快甲喷起来。抓落哦！救水器啊！好 ，OK， 差不多好，等啊，好，把你的水关掉。好，董姐，谢谢。好，完成。水，无简单呢，淡薄危险呐。啊？像安尼啊？无讲介济呢。有，我记得我头都等足做入去的啊。有嘞。对。啊，纯正无呀呢，一丝丝啊尔。你看这团吼，这拢是精华呢。这乌金呢？这精华呢？对。 这后摆会当做啥？这吼烧到1000度，它已经有通电导电的特性，所以吼，伊即马吸收到水分吼，不会发霉。伊即马是毋是有能量？对，有能量。你若是要煮饭啥吼？对，放一地啊，哎，饭会变足香的，啊会变足 Q 的。我放喺水内底，水嘛足好这古早吼，摕这来做醋，啊，都会当去盲糖。 哦，对，本地是笨手对吧？对。即马水水炒了后，农民变乌金啦，变乌金啦，点无会成金，点无成金。来，拄啊，这烧好的这个团好啊。这是来啊团呢。来啊团呢。真正为安尼啊变做安尼。摕起来，大家看卖啊。有，你看。完全。像安尼。上重要是。变安尼。伊变到个18。咱今日的重点是要做这做啦。那这是生态阿爸啦，生态阿爸就够水的呢。然后目前做料了，用个家己的昆虫坑在内底。这拢是真正的对无？哇哟吼！这第一站用这团是安怎？要滴水哦。阮到时阵迄水啊，该倒落去了吼，伊水会流喺土下骹，落下骹阮看落去吸水。啊，什么原理？就是要吸水安尼就对。吸水，就是要保持好湿气安尼就对啦。对。过来吼，你要摕第2包。这。这个草啊。哦，这水苔啦。这水草啦，这水草。对。啊，你这一只吼，你就该用手该放落下骹。这上全部吗？上接看到就是咱咧种兰花，就是行啊成这。兰花啦，起糖啦，我有这种。啊，有啥啥？你若是厝的吼，你有迄种人，但咱迄种的老热啦，一寡兰花若是无去吼，一寡水草嘛是都会当利用。这水草好用。啊，这是啊该底吼，安尼平这水草吼，你就安尼手吼。手小可地，卖10钱啦，卖10钱啦，地好红就对。嘿，爱个地好红嘿。这若小朋友若来耍，一定足欢喜的。啊，佫会使，会使学一个，学讲心态啊。因为这个一站就跟咱台湾的新型的共款嘛，台湾当初会变一个土地嘛，是因为板块质啊嘛。同款的道理。有咧读册。有咧读册。第3个步骤吼，阮落要甲这土要倒喺内底入去。即摆就规个咯。全部吗？规组吗？差不多倒2/3。哦，就是2/3。卖转倒啦，卖转倒，因为即摆要开始种啊，因为你到时阵吼，你爱去小甲调一下，头前可能爱调整，后壁较悬安尼。
而且差不多1公分，那后边差不多用到3公分安尼的宽度。这就唔是什么偌困难的代志。黄哥，你是咧炒饭的哦？这就唔是。姚准你咧炒饭，你在 DIY 拢会做干咧？你炒菜我已经炒30年，我就是都敢炒嘛是安尼。职业病呢？卖炒死人就好咯啦，袂要紧啦，安尼会使啦。差不多安尼吼，头前差不多1公分啦，后壁差不多较宽3公分安尼。2/3啦，2/3啊，你倒伤少啦，你倒伤少，你倒伤少。倒安尼伤浅。你这是山咧。无啦，也袂我也袂。我是嘛会使有一个山坡呢，可能正边较悬。会使啊，但是会使。来，倒刷落去咧。来，过来吼，过来阮即个炭，落要甲放落啊。好。你要放一个你介意迄个。迄有啥物用意无？迄有啥物用意无？即个炭吼，用个去淡啦。去淡啦。哦，啊老师，歹势吼，我想要你迄个较细，啊我甲你教。我教啊。诶，我这支只大麦咧，这会使帮我切一半。唔免啦，莫切啦，无采人会问。你家己用，你看，这搞着。你也要备点细味哦，惊会挂着。这会挂着。就会挂着。安尼我会使2种。啊你吼，你这放的时阵啊，小可甲地落。放好较早咧。恁是咧创啥？安尼做一件代志啊，就安尼大细声。我来吼，阮咯要甲迄植物要甲种落。爱分无？爱分？诶，免分，就看。就规张。刷落来就看恁逐个人看要安怎种，你落来一哦。啊，你看阮即个吼，伊就拢种咧后壁遮边啊遮安尼。哦。啊头前吼，你就用咧，阮同后壁吼，会放这草瓦台铺喺顶面。哦。对。所以嘛会使唔免专种嘛，对无？会使免专种嘿。做好啊！哦，完成了。哦，非常好胜。还袂当去厝咧。哦，你看你就画面就好看咧。就适合的呢。你甲真好安尼哦。哦，你叫拄好。拄好。这拢有想过，啊，你有想过无？有啊。啊，你爱放下落吗？放下落，拄好，你看啦，呛死，你看。哇哦！下规拢天然的啦。系啊。这真正真赞。你即马现代人咧放一个这咧办公室，还是咧厝的安尼哦，有时阵压力大看啊，足舒服的。对。但是我是不是爱摕倒去后面老师？哎呦，鉴定一下啊。唔是有讲有一个人具爱翕迄个即马上流行的线动嘛？我有想到一个足古锥的，但是爱豆仔因甲阮斗相共，就是阮4粒头安尼塔做伙。啊，因为水滴啊，伊毋是拢会头放一粒柑仔。对。啊，阮就阮的4个头安尼塔做伙，啊，伫咧水滴边啊，看有法度去掠到迄个影无？安尼足古锥的。哦，迄个水滴边啊。很晒，好无？卖挖水滴若是要挖是较困难啊。系啊，无要紧，还是峰哥帮阮翕。每一个人拢有做着工课就会使啊。会使。这是我想着头一个啊，小等我去看着水滴，看佫有 idea 无。第二个代志就是有一寡小朋友可能会来遮耍嘛，所以因为我爱一人互一个名啦。啊，我是感觉会使互动物的名，安尼因会记较牢的。安尼我形，我形。你就水滴哥哥啊，水滴哥哥啊，水滴兄，啊你哥哥啊我嘞，你顺便讲完嘛，讲完这嘛，讲完不是动物啦，讲完不是动物啦。
哇，紧张啊！今日嘛最重要，因为咱试验一定要有小朋友来，对不？在体验的时阵，若是无小朋友，就是零啦。你就白体验嘛，一定要实验嘛，对不？互你知影阮的，什么叫做滋味？对哦。到底是要徛还是？你是安怎啦？要徛要坐，凊彩啦。虽然是讲实验室的发表会有无，嘛是共款有观众，伊是针对大人，嘛是针对囡仔，小朋友啦，看因的反应安怎，对不对？啊，对啦。咱搁徛来，你搁坐落来哦。啊，你无伊年纪较大，伊坐无紧。你拢也升着，我行真大。啊，因为咱这个课程，咱这个上课顶嘛是喵喵老师嘛是爱在内底啦，因为这是一个 SOP。所以讲咧，阮先讲好吼，即摆就是一个彩排的意思啦吼。所以咧，阮爱甲小等的小朋友就当做因来是真正有开钱咧算这个物件，安尼。好，安尼咱就开始啦，好不好？有请咱的小朋友来，上课咯，小朋友。啊，那叫狗嘴啊，狗嘴噶。我是水豚君姐姐，她的台语叫做水滴，一起念一次。水滴记呀，水滴记呀，水豚君姐姐就是嘛。华丽，华丽。啊，我一看就知影，哦，我就是你介意的猴子。猴子。不行嘛，有没有像猴子？我就是迄个上古水啊，上爱食屎的牛屎菇哥哥。有，第一后壁你的脚趾边就是这里哦。就亲像安尼，就敢若牛屎菇，就是我。我是笨金龟哥哥，笨金龟哥哥。对。收落来，咱来介绍喵喵老师。喵喵老师。哎，各位小朋友大家好，今仔日大家敢知影要来遮做啥？要来遮熟悉动物啦。对，咱要来遮熟悉动物，熟悉汤拖。哇，这叫有够不要。这我要进行，这就是蛙跳跳啦。有看到无？哇哟，你看到没？来，我们今天讲进前爱先介绍者，爱先听者。你看伊讲他也有，哦，对，就是共款的，无唔对，共款的，厉害。要搁因为因有所在袂当懵啦，所以我若是爱先介绍一下。有啥物人知影伊的名？想知影？对，这么大只，啥物吗？厉害！哦，这只是国外的独角仙，这位是阮弟弟，我甲伊结拜。所以呢，咱甲咱的手伸出来。伸出来，哎，伸出来，顶管搁个骹咧夹哦，对，塞个骨仔尔咧夹哦，所以呢，咱等一下，咱甲手放落去这中呢，袂使，咱袂，要搁就是这个石仔，嘿，石仔搁这个角的中间，像一个颔棍啊，这个所在袂当甲摸啊，伊就扭有无？伊扭就安尼夹起来，你的手就敢若互门夹着共款，嘿啦。刚好要试看卖诶，举手啊！黑的，哦，这是地方啊！哎，来，好不好摸？好摸不？会惊无？轻轻的。伊拢袂惊，对，袂惊。小姐姐嘛，来，咱即马搁要换第二只，刚要介，这只吼嘛是真正帅哥的对啊，对，嘿，啊这有钣金的啦，这有钣金的啦。真正口气佫够厉害，这真正有钣金的，嘿，伊就像迄个重的色共款，所以石仔中间袂当摸，轻啊摸这个角，嘿，轻啊摸这个角。喵喵老师会保护你。你知影伊个叫啥物名无？伊个牛无红哦，而且伊原本住的所在在迄度，在马来西亚。当啊，你摸的迄头是伊的头啦，你头拄下动迄是伊的头。下当是伊的头，嘿，头会叮当。佫有一种啊，真奶，像真奶，有顶管。你有发现无？像加刀共款，所以叫做变过来。哦，两支手。即马喵喵老师摕这只吼，在台湾算讲台湾特别。看有知无啦？你安尼看，搞干就搞。哎，你有发现伊的角啊？伊的角跟咱鹿角同款啊，所以就叫鹿角。鹿角牛啊，
六角菇啊啦，这是咱台湾啦，是六角菇啊啦。六角真啊菇，真啊马来西亚的，这台湾本土的，咱本土的。新界的尖椒足济。但是在外口看到就卖黑白厉害，我就知呢。来，这只行李。好，来。蛮好玩，有好耍吧？嘿，咱熟悉这金菇啊以后咧。喵喵老师呢，该先去照顾其他的动物。要下课。哎，对，所以咱先准备下课。请跳起来。来，跳起来。跳嘞！谢谢。各位小朋友哈，牛屎菇哥哥今麦要先教恁安怎做这个汤拖牛屎菇吼。好，所以首先呢，咱先把这个汤拖摕出来。身躯的部分先摕出来。啊，然后咧，咱找伊的骹，啊，搁伊的角，先把骹摕出来，啊，甲黏在这个空内底。你这用得足好的哦，赞哦。你手。哎，你怎么偷我们这边的？不行，没使哦哈。啊，你家己家就有啊。哎，恁兜这只。我们少了一只脚。好，啊，你为遐找，你莫找我。我偷掉。你为遐找吼。来，牛屎菇哥哥咖喱哈，这样子稍微。天才，你看。对。来，我看卖啊，什么叫做天才？来，天才，你看，天才即摆穿一支卡。你家嘛有天才？阮这个叫做薄毫，买啊买嘛一部塔，你来讲一遍，买啊买嘛一部塔，买啊买，讲一遍，买啊买，嘛一部塔，即马小等下要来教人小饼。啊，你是好卖，恁是好卖的。阮的摊摊做好了后，咱就要用伊的厝哦，哦，要甲伊厝布置了足水的哦。小朋友，我们现在里面有炭哦，这是火炭，啊，火炭咱个先倒入去，来，互你倒，给你倒，互你倒，好来，倒，好来，全部倒入去，对，来。哦，来，牛屎菇哥哥咖喱哈，这样子稍微安尼。天才，你看。有好啊吗？好啊。啊，做落来第2站。不是。安尼吼，火炭用好啊吼，咱就用这个水苔。这样子压漂亮，压，这样子。对，压，把这个草压扁扁，够起卡按呢，压紧一点，压紧不够紧，我们继续压，继续再压多一点，对。哎呀，它不会，它是草。刚刚先冲起来。哎呦，这给人的泡泡。哎，有一组嗨去啊！无嗨啦。哎，恁这面是咧骨这边头内底是唱什么名？阮细汉的即马伫实验，伫做这个家人庙口的泡泡冰，伊就是咧做这新的口味，就是叫做奥利哦。我看你迄叫哪是辛苦吧？可鱼哥哥，你到底有咧教无？可鱼哥哥，我今日会使甲你讲，你爱加油哦。可鱼哥哥，对啦，可鱼哥哥是 American 的教育，伊较美式的啦，较自由啦，较开放。freestyle，嘛会使嘛，无啥物袂使。第3步就要放咱的土起哩啊吼。这个就是真正是土啊。即嘛真正土啊吼，土。隔壁迄组是全部拢结做伙咯。土啊，水苔啊，弄入去咯。你会不会讲台语的头？对，这个是什么？头。倒入去。来，给你，好你倒，给你倒头，好你倒头。你看阮阿弟啊，看偌种才。哇！阮阿弟啊就是无共款。
香菇老师，请你到。阮做了啊，阮做了啊。你看阮的这个做心态香。啊，来大家互相欣赏一下。来，老师，对啦，阮老师客的。全世界最好。因为阮四位主持人，佮为着咱糖炭罐有做这个影片啦。哦，啊，阮这个影片主要就是要宣传咱的水滴啦。啊，阮这2天直接翕，啊，家己改，啊，家己配音乐安尼。上重要是阮甲因安尼过一年。我嘛已经强要变成水滴咯。感情就好诶。对啊。来，小朋友一起看影片喽。为什么听哦？这是我。撩人哦，啊不撩人，就是耶。撩人。撩人。还有一支啦，这是特别做的。主要。有钱啊！水滴这有钱。有钱嘛？因真正啦。对，因为这几支影片，阮主要是想要靠阮家己的网络顶管，啊，就是阮家己拢有粉丝嘛，啊，就利用阮家己的这个社群的力量啦，互更较人，更较侪人知影。有看到你的用心啊！对啊，像我这2天就开始有人在问讲，阮在遮算是倒位？对啊，就开始有朋友来问。我就是需要讲恁会斗相共。即摆上重要的时阵就是这个时阵，好不好？来。哎呀，甲阮拍分数啦！拍分数，啊，请恁来评分。我有另外一个重要想法啦。因为毋是阮来拍分数尔，因为上重要的对无？就是因。啊，是对。是因家己做的对无？小朋友。所以因到底有介意无？所以我决定讲，因嘛爱同齐来拍分数。所以分数先互因来。啊，先问姐，你今天喜不喜欢今天的课程？啊，喜欢哈，安尼你两边就甲这吼搭在顶头，准备投票，爱介意哦，你爱甲阮拍分数啦，一个10分啦，嘿，啊你切反了嘿，哇，哎呦，这位只是都有投票啦，40分啦，哦，一个人拢够有30分，咱即马先请香菇老师。香菇老师，我来看一下哦，吼，你来好好思考一下。我有种公正哦。哎呦，哦，上尾一个，你要收一下是要投起咧？投咧，收起来。苗老师，请这讲话吗？对。苗老师，我嘛是爱甲你提醒一下，头前段上课是你上的哦。对哦。咱是做伙的哦。苗老师，苗老师。我是安尼来讲啊。苗老师，我搁提醒你一下，我昨个险啊去用酷鱼吃掉，无情绪勒索，不，放心投票。变走了！讲真的，我是感觉足感动的，真正足感动的，所以我决定。哇，太好了！但是你搁有一个分数还未付出去。好，你安尼，我甲你加码好啊。对啊，无伊安尼丢毒。我甲你讲，这块菜哦是阮甲这个台湾工艺之家的这个叶师傅做伙做的，啊想要直接送互咱台湾糖炭馆，互恁用的。
你会使甲糖啊，是甲足水物件放喺顶悬，会使翕相。所以咱遮四底这个四底都是无哎，做紧哦。翕相的卡做。我搁挂这挂到手直接流血。这是血拼出来，开讲过。啊，你若是需要，阮搁会使签名伫顶悬。最后的找分高分数咧。足欢喜的啦，系啦，足高水的。汤团的礼物，咱的宣传其实无好想。希望咱的生意你也在感受到，啊，因为这你嘛的生意愈来愈好，啊，全台湾、全世界人拢知影，叫一个遮好的所在，新店。感谢感谢。大新歌。新店汤团馆有木雕甲生态馆啊 crossover 的结合。搁再加上大家创意研发出来的全新课程，那囡仔朋友欢喜，嘛得到馆长甲大家喜意，同时就有可爱水豚滚的限动加持，相信接落来会吸引搁较侪人来遮认捌趣味的汤团，真正想袂到。大家关关难过关关过，这款的广告精神爱继续保持嘿。毕竟离最后的终极挑战嘛愈来愈近咯。